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三国，歌戏、布袋戏咧看，三国内底无共款的角色，无共款的性情。你想讲大家知影一个奸的，搁请你免讲啦，都白面的周朝无毋对。所以这个人会死会活，台语4字的成语，会死会活。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像，这咧形容啥？形容讲也会做风台，也会当花篮。你若讲叫伊讲落软，有才调甲你跪，甲你靠，淡涂骹安尼拍掉咧，甲你磕头，伊都做会到。啊，毋过心肝肠咧，硬反面无情的时阵，掠瘫痪，啥物代志伊都做会出来。安尼叫做会死会活，这叫做奸的啦。那正音平局擦的面，或者白面的啦。过来头壳好的，国情啊，你免讲我嘛知。孔明对，孔明甲周瑜伫咧拔头壳，有才调讲活活甲气甲死，中间一个重要的角色。东吴的要神鲁肃，鲁肃字子敬，孔明定定咧利用伊，因为鲁肃都故意人哩。即马吼，孔明开心一个，就讲子敬，咱假讲假说。哦，假讲假说意思就是袂使过喙，原来台语的成语，原来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像。假讲假说，唔通漏泄出去。唔过子敬啊，子敬，这就去互孔明利用去。孔明叫伊假讲假说，伊所有的话拢嘛搬转去东吴，搬转去互周瑜知影。过来，好朋友，那头壳好的孔明，这原来一支军。过来，三国内底搁一个，咱拢知，忠义参天，文主公关分鼎。对，这个人做代志，人讲叫做有条有单。哦，这原来台语的成语，原来头一字甲第三字写相像，啊，写做有条有单，就是讲这个人有原则。你讲吼，大家互相咧对敌的时阵，官讲无两手，什么款恶毒的人来甲我相抬，来一个我抬一个，来两个我原来甲抬一双，我做会到。无论讲武功偌高强，官武绝对无落软。啊，毋过。所有若讲对伊有温情，伊原来记伫咧心内。毋则周朝走投无路，伫咧华容道的时阵，关羽原来一支青龙偃月刀收起来讲左右，让一条路互伊行。论真讲，在孔明了算，关公本来就会放周朝走，因为伊就是忠义参天，伊就是做代志有条有单的人。